上嘛是无路通走。妈妈在这边。哦，妈妈在这边。血不重要。你不要讲。哦，拍手。妈妈的脚好痛。之前那个姐，你在练习吗？我忘记了梦怎么写啊？你要是一个草字头，但是美梦成真啊，对不对？阿昏有他自己的梦想，但我忘记梦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四，然后一个宝盖在一个西嘛。是的，太久没有写字了，都会有这样的记忆。啊，你别想想，哎呦，哦，我还写这侪吼，新婚爱爸爸，几年爱探啥爸爸，要有运动习惯。不烟不酒，而且结婚之后呢，不要跟公婆住在一起。我跟你讲4亿2千万。所有愿望最好。阿公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的愿望就是说，这个也这个对，哇，对，是一个神话的概括。4亿的时候他就跟他一人独里面有币吗？当然要一人有血，有不是阿公有血有希望，可是要有满才会中啊。姐，你穿这一身服装在这个店真的超违和。违和吗？我觉得空神们比较违和吧。我觉得在他们中间，我就觉得我不会觉得自己很别扭。那你刚刚在天灯上面有许什么愿吗？没有哎，我没有想那么多哎。但是如果要写的话，我希望可以一夜暴富。你跟阿公是那个西田哥一样的，他刚刚说他中了。西田哥这么有钱人，需要跟我抢吗？他听到了，我觉得应该让给我吧。他说要4亿，不行，他刚刚有讲，他的我觉得应该愿望让给我，他那么有钱人不需要。来了，天哥，妹子一夜暴富无啊？你这样有影响有钱，你唔免。那有钱啊？你有啦，我无啦，好我啦，先有我啦，有来，你一直爱报。爱报，一报我付。哎，嘛是，我送得了。得下。好，你好呀。好，他已经说要让给我，对，不要跟我抢，各位4亿给你，4亿给你。好，赞。好赞。